喂，真係好癲啊！好癲啊人生第一次咁樣入馬場，全心全到嚟馬場嚟講咧，我都係應我哋節目監製嘅要求嘅啫，係同我個人嘅意願咧係冇關係嘅。嗱，講真啦，全心就用唔着嘅，幫手大家賭馬嗰啲，全心只不過係我哋需要了解馬仔本身想唔想有信息傳遞。熱門嚟喎1號， 1號仔係覺得自己好圓滿咯，好完美啊！完美同圓滿啊，馬生圓滿。喂，叫囂喎4號，不安咯，即係係一個不安有啲嘅狀態咯，唔係太舒服咯。我覺得12號都有啲信息，佢有個信息係想自己突破。預備啦！喂，好緊張，跑啦！喂1號真係跑得好好喎1號係好滿意噶嘛，超有信心。12號力求突破佢啊！哇1號由頭帶到尾啊！哇1號拋離啊！哎呀，12係啃頸4啊！12即係力求突破。係啊，佢真係有努力㗎。係啊，3號贏咗佢少少啊，係咪啊？佢好努力喎，佢係由最尾跑翻上嚟喎。